以前我对大神甲男神其实真侪间教会啊，然后阁有去真侪教会，尤其是做家事工以后，有真侪教会爱去请安报告爱募款，也是讲有一间教会，互我会上期待会当来聚会。第一间当然是我的油厂教会，第二间毋是我的油厂教会，以前我服侍油厂教会，第二间就是富阳教会，真怀念的所在吼，所以。我建议伫遮的时阵，其实但是我若是周间的时阵，我拢会走倒来富强遮看卖啊，行行的，然后参加周间的聚会。迄个时阵感觉伫富强教会真好耍吼，毋但是好耍尔，阁有真侪互人感动的代志。若是有兄弟肉体病痛的时阵，我哇，毋捌看过遮侪人去做伙探访，做伙去祈祷，做伙流目屎，做伙祈祷，做伙为伊来跑走，为伊来拍拼安尼。所以讲我伫人讲富强的土就黏吼，就会人想要留伫即个所在。然后我看到夏牧师吼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哈吼，因为少年的时阵看到伊，拢是看到。安尼讲较无礼貌吼，但是因为我来遮时，所以我只有看到夏牧师的相片，甲小夏牧师的相片，所以我知影伊是我的老前辈啦吼，所以我有时我甲问讲，这个牧师即摆伫啥物所在安尼啦吼？这个今日总算有看到伊本人啊，所以伫遮就是讲真欢喜，会当来到富强教会，甲大家做伙来请安报告。这几档的拼图吼，就是讲过去我离开富强以后做啥物代志，然后发生真侪上帝所手术伫我身躯顶，我的生命当中真侪足好美好的恩典。就开始进行咱先三甲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我会当做一届领受你的恩典，主持伫你的圣殿当中领受你的话语，愿圣神充满伫阮，互对阮讲话，互我会当领受对你遐来平安甲福气。你的话语还充满伫阮，互阮问啊了解，阮听嘛会做会到，活出伫阮的生命当中活出好的见证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所以今日的经文就是讲到，我若是要看今日经文，我就想到恩典能力，恩典就是超出想象的恩典。当初是即个囡仔将5块饼2尾鱼摕互耶稣奉献互耶稣的时阵，伊绝对袂想到讲会剩遮济，然后互伊早顿去厝呢。即款超过想象的恩典嘛，发生伫咱的生命当中。不断有接纳足侪兄弟姊妹的见证。以前是庄脚的时阵，我是阮阿嬷住伫花莲，到暑假的时阵，阮拢会转去，无就是过年时阵转去。阮小弟吼，就是堂弟吼，住伫遐较久，伊当年拢住伫花莲。有一天伊行过一个水果园，伊就顺手挽一个芭乐起来食。你哪会当挽人的芭乐？伊讲。不要紧啊，哥哥你毋知，这规装吼，拢是咱的亲情，不要紧，你甲挽，对无？所以像恁转去做阵，拢规装拢恁的亲情嘛，对无？就是安尼，所以我就讲，一开始我阁惊的时候，我就挽一粒，到落尾吼，发觉讲无人管吼，愈来愈超过，迄金蕉嘛甲挽，芭乐嘛甲挽。我挽阁无够，阁摕一下落下来缀几块。有一摆吼，我就家己气，我就缀几块赶转去时阵，看到迄个主人看到我讲：嘿，小朋友，你为虾米挽阮兜的水果？阮小弟讲这阮的亲情啦，你要食一粒无？哎呀，哈？恁小弟啥物人？阮讲阮小弟着迄啥物名，住伫倒物所在？安尼哦，伊讲。即个互你，我要来走，我就走安尼。过转工去挽，甲挽伊个金蕉，规罐甲摕走。讲，你过来摕。我感觉吼，如果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伊看到我摕到就理所当然的时阵，又带一条呢。迄小朋友甲看到第三届时阵，第三工时阵，毋若挽人的芭乐，人的高丽，掺人的高丽菜，规个嘛甲挽走。伊讲，叫我挡袂掉，又讲。你住倒位？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你住倒位？我讲我住遐。阮小弟也讲，有甲我讲，你若人问讲你是啥物人，你住啥物所在？
你来讲恁爸爸的名。吼，我就讲啊，我都阿姨仔囝，阮爸爸就判我建议嘛，讲好，阿姨仔囝好，我知，安尼我知啊。恁爸爸叫我啥，你知无？我毋知。啊，然后讲好，我迄面吼，要先好。来，阮无讲袂要紧，讲了，转去我阿嬷吼，我推到有足惨的，讲谁叫你做贼啊？哦，所以讲哦，有时吼，迄个，若是咱不该。人我转去时阵，逐个人看到我的面拢知影讲，哈，这是阿姨的囝。哦，恁阿公啥物人？因阿公阿嬷啥物人？迄就是咱的面，就是有即个，就是遗传嘛，对无？人知影咱是啥物款、啥物人。但是转去时阵，我去倒一道，但是人拢会好意啊，讲来阮兜食饭，来阮兜食饭，当然倒去食饭真好。但是头班水果都无好，头班水果无好。规官人提走，更加无好，规官提走无好，接二连三，更加无好安尼啊！啊，所以讲哦，稳定是真好，但是稳定它有一个限制。所以伫稳定的时阵吼，就是讲伫保罗先生就讲教育用的稳定，教育用的稳定。啊，为虾米是教育用的稳定？咱是也是伫咱的周报内面看到讲。教育用稳定有4点真重要的点，就是讲伊一定会发生，毋是随机发生啦，吼，毋是讲看心情来发生啦，吼，伊是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。然后伊也适时、适当、适量，上适合你的，然后上好的时机来发生，然后迄个量拄拄啊好，量拄拄啊好。所以我要用这几个简仔来譬如啥物叫做教育用的稳定。好，11号，好快。好，这个杆仔代表就是咱的工作，然后这个杆仔代表就是咱的生活。我是讲，大家伫要独居的时阵，才要用这招，提早用出来。安尼你有惊到？这是代表什么？啊，然后这是咱的生活，哎，厉害，袂歹。第3项是咱教会服侍，教会服侍。啊，然后这第4项，咱甲放在边仔是卖插伊。这是咱的一天24点钟嘛，对无？咱的气力，咱的精神，咱的能力，差不多安尼啊。24点钟伫这个所在，然后咱若是平均来分配，一天8点钟。伫遮吼，咱平均甲分配，工作一定爱升嘛。恁遐看会到无？吼，真诶吼。我尽量甲天吼较平均诶哈。吼，8点钟，我无说咱无甲天满，因为你爱休困啊，敢毋是？咱会留时间互上帝，对无？咱嘛是爱有家己的时间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的困难就是讲，若是你要加班，你爱对倒位抽时间。工作者吼，爱需要较济的时阵吼，工作者爱需要较济的时阵，啊，然后你爱对倒位抽时间。真正恁真正看会到吗？有哦，有答应我哦，我想要叫清泉来斗相共啊，讲，清泉有来无？点名哈，好，对倒位抽时间，工作抽时间，敢毋是？咱工作抽时间，咱会当对遮抽时间过去。啊，若是讲拄着拜六礼拜爱加班的时阵，是毋是甲牧师讲？牧师歹势，即礼拜请假，因为我爱上班，哦，所以咱就对遮抽过。但是免烦恼，暂时的尔，你毋是讲逐礼拜拢爱伫迄个所在，拢爱抽时间。哦，这较悬吗？哦，较过来，是。但是讲意外发生的时阵要安怎？你一天24点钟就无够用啊！你的即个经济，你的问题出现啊，安尼即是要安怎？你是毋是爱开这些时间？厝里人若是有人生病，对无？啊，若是讲有临时即个意外发生的时阵，你是想讲啊，歹势，今仔真正爱请假，教会爱请假，家庭生活无去啊。哦，所以
就讲你开这个时间伫这个所在，当然牧师有单工会咱甲咱斗相共啦，但是这单工伊家己有家己的生活无，有家己的工作无，有家己的这服侍嘛，伊会当斗相共，但是斗相共的时间无济，吼，大家斗相共，但是无法度。总是这个时阵，咱若甲上帝祈求的时阵，到也用的恩典，就是讲上帝来甲咱斗相共，这是咱。这是上帝，所以若是上帝参与伫咱的生命当中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来补足咱不足的所在。然后是超过咱想象的好，超过咱想象的好，叫做教业的恩典，教业用的恩典，就是安尼，教业用的恩典就是安尼。所以伫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拄过足侪个困境。伫看到即则经文的时阵，我就一直咧想一个问题，就讲为虾米？为虾米遮个人会对耶稣？了，咱若看圣经的背景，就讲因看到耶稣甲医病，然后将人医好以后，遮个人对找求耶稣来对耶稣的脚步来行，来对耶稣的脚步来行。以前无健保的时代，大家会记得无？看医生足贵。我妈妈常常讲一句话：你都毋通破病吼，咱兜无钱互你看医生。你有听过即句话无？有嘛对无？吼，因为无健保的时代，看医生足贵。你话安怎着看医生的时阵吼，其实迄个钱开啊足紧。所以以前较早耶稣时代看医生嘛足贵，爱开这侪钱，但个无一定会好，个无一定会好。但伊看到耶稣还手伫别人还手伫有病的人身上的时阵，因看见侧面看见摆骹会行有病得到医治的时阵，足侪人对伊。你看，即个时间是搁要过节啦，包过节都是因咧过年。厝里人有人是有人咧破病的时阵，有人有肉体病痛的时阵，伊敢有心情好过年？无心情啊！每一工拢共款，每一工拢痛苦，每一工拢烦恼，每一工拢提心吊胆，每一工看伫伊倒伫遐咧哀的时阵，你每一工拢痛苦。外口搁较热烈，桌仔顶的食物搁较济。搁较丰富，你也无心情好食，因为迄个心内迄个痛苦，无人知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他发手伫人的身上时，真侪人看到，这人对耶稣，毋望因会当伫耶稣身边，亲像咱看见讲，伊的祈祷，互咱的困境得到改变，互咱困难得到改变，互咱厝里的人，即个身体会当得到医治。即个人对伊，耶稣甲伊的门徒拄服侍煞尔，伊甲伊学生讲：行，咱来别个所在，咱小休一下，来退休会一下，食物件小休困一下。无想到讲因坐船啦，的时阵啦，迄阵人用走的，走去到因要休困的所在，一阵人伫迄个所在。耶稣看到以后，心内个感动。人民正羊群，就讲好，咱搁来服侍，继续服侍。到服侍到暗时迄时阵，门徒其实因拢真忝啊，无食饭，规工拢无食饭啊，已经真忝啊。结果菲律伊就提出问题讲：好啊，差不多啊，耶稣，伊家己想要真歹势讲，你知无？就讲，应该爱互因食饭啊吼。今日你足倒煞，就互因去转去厝里好食饭啊，吼！所以耶稣讲，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就甲讲，菲律讲，恁互因食，这个问题是真正有够大个困难啦。但耶稣提出问题的原因，毋是要考倒伊的学生啊，是要互伊的学生经历着因看见遐一生业，经历遐一生业。当伊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伊会想到讲耶稣就是因生命唯一解答无？
啊是咱拢是祈祷还祈祷，烦恼还烦恼，咱不是就是安尼啊？哪祈祷哪烦恼，哪祈祷哪烦恼，就是安尼啊。咱不是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就讲吼，哇，这个非常烦恼啊！讲哎哟，这济人，咱哦，就摕较济钱出来，互因食嘛无够啊。系啊，是要安怎？但耶稣来讲的是提出问题的时阵，最大的问题，毋是要考倒学生，是要互因知讲，你爱安怎解决问题，我是为解决问题的答案。所以讲，知甲经历是差足济啦。我敢若知尔无经历，差足济。人咧食米粉咧边啊，化烧。你永远食，你讲一定分析这个米粉偌好食，这个咱台南的牛肉汤偌好食，但是你永远都枵啊。你知了解，你看 YouTube 人咧介绍你巴肚枵，你看你永远食袂着嘛。就知甲你有家己有经历着，迄完全是无共款的代志。所以耶稣就讲，毋是互恁知尔啦。毋是互恁看见尔，互你足深的印象伫你生命当中，讲会记得讲吼，啊，这五底饼两尾鱼，七八这侪人，这就是超越的恩典，想象袂到的恩典啦。恁多遐久，恁看过足侪新约，但是今仔日要互你搁一解，互恁看见，我甲恁同在，超出恁所想象的恩典，超出恁所想象的恩典。所以我大概看这节经文的时阵，我就一直咧想讲，为虾米有遮济人啊，因拢无感觉啊？耶稣一直咧讲，恁互因食，恁互因食。遮济人5000个查甫人好看，5000个查甫人伫坐伫的所在，迄甲恁家己有关系呢？巴肚枵是恁的代志，毋是别人的代志呢？我今日来聚会，我就期待讲，等下今日教会爱餐是爱食啥物？我敢会当安尼期待无嘛？对无？所以讲，因去参加聚会时阵，当然是心内是真火热，然后毋望耶稣解决伊的问题，身躯啥物拢无炸，然后用走的，走去找耶稣，当然啥物拢无炸。但这个小朋友有炸，可能因兜离迄个所在较近。但我看到这节经文上，我常常咧想这个代志：为什么这个人无感觉？袂晓处理家己的问题，我搁坐伫迄个所在要创啥？恁期待啥物？到底咧期待啥物？然后我看见，我有只开车去家己的时候，看见一个所在叫做巴掌系列的记无？巴掌溪事件，就是看会到，救袂到啊！所以这个群众，这个人已经习得无助啊！因已经惯死摇巴肚啊！因惯死伫迄经济普遍无好的时阵，因惯死啊！啊，无搁较想啊，无多解决即摆的问题，不如坐伫这个所在，明仔载再来讲，明仔载再来想，再来想办法。坐伫这个所在，至少搁看会到耶稣，搁会当听耶稣讲道。这个人已经将这个困境甲当作理所当然啦。这个人已经习得无助啊！恁知习得无助有啥物意思无？对，我去泰国的时阵，看到迄个大象无？我最爱大象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会当排我行吼，这世界能够载得动我的动物，大概只有大象而已。胖子的心也是肉做的哈，你们。我说啊，大象哈，所以我讲哦，因咧足好趣味的呢。伊迄大象哦，你若摕迄足油的这锁啊吼，甲落伫下骹，啊了迄个插头吼，足油的，奇怪，那拢袂叮当。啊无落尾，我就问讲吼，因这骹足背一下伊就走啊？为什么？互你绑伫这所在？结果迄个领队就讲，哦，因自细汉就是用这绑惯势啊。细汉的时阵吼，就是讲吼，这个锁啊，甲绑掉，伊就袂叮袂当啊。所以到大汉的时阵吼，伊就袂去自然，伊就讲吼，这偷掉的啊，吼绑掉的，我都袂叮袂当，就是习得无助啊。所以咱常常咧，就是咱的生命当中，常常咧讲无可能啊，死啊，害啊，无救啊。常常都是伫咱的生命当中啊，
直直就伫咱生命当中啊，直直就一直咧，甲咱讲这个无救啊、死啊、害啊、无效啊。所以我即摆我问一个张老娘，这张老娘身躯我会记得差不多有3种感情，然后伊搁咧写药纸，伊对上帝这种信心，我张老娘你已经安尼啊，你搁对上帝搁有信心无？伊甲我讲一句话，讲牧师，还袂结束呢。我还袂结束，啥物意思？我搁活的，上帝伫我身躯所做的代志还袂结束。然后我听伊讲的时候，我心内真感动。我讲你敢袂埋怨上帝，讲我即摆甲你医治，无一摆甲你医治，搁你互你经历遮侪痛苦。伊甲我讲，牧师，大卫讲过，讲伊捌拍过足侪屎刑，啥物物件伊拢拍倒过，我嘛经历过遮个代志。即摆我所面对是我生命当中的果子啊，哪有要紧？还袂结束，上帝搁咧做工。然后我参加伊个告别式，我知伊讲还袂结束是啥物意思？上帝搁咧做工，还袂结束。上帝听还袂结束，上帝对人讲话还袂结束。就算讲人已经过身去到上帝身边啊，上帝所留落来好的恩典、甲听、甲恩典、甲足好的记忆，还袂结束。透过这张老娘，搁一摆搁甲大家讲，还袂结束，到死都还袂结束，到过我迄天，搁来继续。我拄毕业时阵想歹去庄脚教会伫美容，所以恁即摆我问一下，我台语恁听有无？哦，好好你交代，因为我台北人，有一摆阮台北拢讲华语较济嘛，有一摆阮妈讲，早晚去买猪肠回来，啊去我就假熬了，去甲猪肉店讲，头家买肠啊，要买1斤。伫台湾遮无买肠啊哦，无咧卖肠啊，讲。你猪肉店无咧卖肠啊？我转去阮妈妈讲，妈，迄猪肉店讲伊无咧卖肠子安尼。我讲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？讲伊讲无啊？你甲安怎个讲？我讲我要买肠啊！我妈讲，我这足害的事就一个外省囝安尼啊！哦，所以我就真认真啊！我原本台神毕业嘛，然后我真认真，我就讲哦，我台语一定要学好吼。我来读南神，结果我有一摆去吼，去一间庄脚教会，讲到到一半吼，因牧师就甲等我纸条，我伫我头前讲，潘老师，请你讲国语啊，你这台湾拢听无？啊，然后我真无简单的，我南神毕业，咱就爱迄个台语讲道嘛。我真无简单台语讲道，过以后我口啊跳完美容教会哈，美容啥物所在？我戆只，我唔知美容当客家庄，客家庄应该在桃竹苗吧？没关系，我是北部人，叫无伫高雄山区哦。哈？然后讲我台语学好无偌久，我派去客语教会啦。我这到底是咧讲啥生笑？然后我爱考一个做族群母语考试嘛。我讲我爱考啥物？你考客语啊？当然嘛考客语。我说哈？哦，我错一条，你知无？所以到落尾，我台语一个客人腔，客语一个台语腔，无人听我咧讲啥，对吧？所以我拄去的时阵，我都想无，你知道？拄去的时阵，我到底我来遮要创啥啦？我拄去的时阵，一间教会破破烂烂，7月中的时阵，教会咧修理，外口落大雨，内面是有小雨，落小雨。我搁经历啥物叫做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我真正无枕头，你知道？困咧涂骹呢。啊，外口咧一直经历，我毋是看到即间教会硬体的即个棚，是即个教会规个灵性的棚啊。喺排去的时阵哦，一直咧经历。啊，然后大家来讲哦。我台语听无，但迄个时阵拄毕业嘛，男性老师讲，你爱穿个整齐，吼，然后你看到人爱亲切，吼，我热甲要害，味拢足热嘛，热甲要害，我搁穿迄沙米罗迄西装大叔个，干呢骨带再去平安，
平安。吼，迄时拄去的时阵吼，迄时拄去的时阵吼，嘿，地界开会煞，迄个小议长就讲哦，你若想要离开吼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你物件放在我车顶。真教会伊的状况你了解，有欠，就是外口有欠钱，真教会差不多安尼啊。然后第一届主题结束以后，会当用的现金，就是将钱的，会当用的现金存57块安尼。所有人拢讲吼，即个伫遮差不多3个月啊，看遐不晓，因着定定咧，我面头前咧念诶。哎，一個小生人，一枝花，黑人唔會講唔會聽。來一唔係中文咯，唔知中文咯，來一邊唔係中文咯，黑人唔會講，哎，菜冇路用啊，我夾着少誒。誒，有客家人嗎？客家人，好來，請你翻譯。開玩笑的，開玩笑的。哎，咪弄黑你。啊。对啊，我有印象，谢谢你们啊！我那时候看到玲玲姐，哇，快要流眼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因咧讲啥？这少年人来遮，刻意为一句话哦，不要讲，不要听啦，我生啊才缘投啦。这句我家己加的。无人说，自家说，听意思无？所以去的时候，我奇怪，我都唔客人，我为什么排这个所在？我想无呢，我直想无。然后困难就这啊，困难就这啊。伫个外口咧，落大雨，内面落小雨。然后拄着我7月中去整理教会，8月初6，出8月初2我就任，然后8月初6的时阵，我30岁生日。我生日的时阵，我伫基山铁桥迄个所在，我讲上帝，我来遮要创啥？我到底伫遮要创啥物啊？结果上帝甲我讲，毋是你爱做啥物事，你看我做啥物。我听到即句话，我惊甲要死啊！我大神毕业、人神毕业，但是我毋捌听过上帝的声。我活徛，后倒摆徛偌紧，一直回头看，讲上帝有咧甲我对无？我惊甲要害，你知影？结果我讲哇，这。就等上帝讲，哇！这上帝是真的呢。等听候上帝来的时阵吼，8月初7开始落大雨，8月初8八八水灾啊。然后风雨足大，我就一直救门咧，一直搬物件，一直搬物件。然后看到大风来的时阵，甲迄门吹走，砰一个吹走以后，我就坐伫迄个2楼诶，迄个楼梯迄个所在看，我的教会愈阴愈悬，然后看到迄个门吹走以后。即个人敲电来关心嘛，拄毕业嘛，即个同学讲，你好无？我高雄看到最严重，我讲水淹愈来愈悬哦。哪会安尼？我著迄时个会报告灾情，到落尾看迄个门咧涂骹咧连，我愈看愈生气咋？我提前锁起来，我行去大水，然后甲迄个门绑喺身躯，拖转来，囥喺门轻迄个所在，缀伫迄个所在。然后水愈来愈悬，隔壁张老娘就讲：，迄门莫伫啊啦，紧走危险啦！同学敲电话讲：，你好，听讲高雄最严重，无啦，无啥代志啊，风和日丽。我咧生气走，这应该徛伫即个所在的门，为什么会离开啊？你本来就是应该斗好的门，为什么会变作无路用啦？甲我共款啦！无法度阻挡即个水。无法度阻挡遮，无法度阻挡这个教会愈来愈破烂烂，无法度阻挡人的分裂，无法度阻挡老人死去，无法度啥物拢无法度做。我咧生气呢，我生气。迄时阵我就生气，我讲上帝，你为什么水来淹我这间教会？真无简单整理好的教会，你也无去淹迄相连教会，迄个大间。糟了。蔡牧师爱你哦！伊是错无煞袂去啊，袂去啊！我讲你莫去淹迄高雄林牛堂啊啥，已经较大间教会，你淹我即间教会要创啥？已经你要欢喜的教会。
我足生气的，我伫徛伫大水当中啊。第一届讲道时阵哦，我是闭裤骹行过水，然后伫大水当中跋倒几落届，徛去讲台顶面。哪会遮衰？哪会遮衰？即条我生命当中困境，我一直咧心中一直咧生气啊，一直咧生气，一直咧生气。我来遮到底要创啥啦？拄毕业啥物都毋捌，你就要面对遮债务啊，面对教会分裂啊，面对过去的问题啊。你问题即个，你根本啥物都毋知，你要安怎啦？然后是上帝互大水当中，伊应验，伊阁有愿做王。因为大水好，所以互人会当看见，这个所在需要斗相共，需要斗相共。所以伊即个伊个总会就讲，你去救六姑，我去救六姑，叫我就讲吼，我毋知要安怎救，迄拢无路好行啊。我就派伊哦，茂林，你毋知茂林啥物所在吗？多纳茂林迄个所在，结果因就讲。无说，已经遐拢无米啊！讲啊，印度2个青年讲惊咱派米去，但是到一个所在，迄车拢袂当去哩，用派啊，行啊，一行迄临时吊桥过。结果头前迄个原住民的青年讲，传道你很怕吼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桥很陡。后面那个说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发抖？”你四个拢乌，你搁排白米去行，迄足恐怖。我印象足深的。你讲我到底要救啥物人？我家己都救我家己都无，我多救我要救啥物人？然后我就看见周报吼，迄时我就看见拄要救灾，搁有教会足侪代志爱处理爱面对。我看到周报有一个人叫做戴秀英长老。秀因长老奉献1万块，哈！阮教会有即款不有的人哦，爱来甲探访哦。真诶啦，伊时都讲教会拢无钱嘛，有人奉献1万块，感觉讲哇，这应该是阮教会的财主哦，应该爱来甲探访者。叫我去的时阵，我看到戴长老吼，伊即摆佫订100抗议会真。一阵仔才领着偌千着长老总统的即个金牌，哦，宣告伊做长老啦吼，偌总统的金牌吼，我昨有甲因查某囝讨伊的迄个金牌相片吼，所以讲若想要看，等下爱看。结果我去因兜的时候，看到伊咧做啥物？伊咧做资源回收。然后我讲阿嬷，你是阮教会？我团导你来哦，来阮兜。啉一下茶，我入去因兜坐，我想讲话拢讲袂出来，因为伊是做资源回收，做欠1万块，伊就奉献互教会，伊家己无咧好过，囝足早就过身去啊，伊的孙佫突然间，佫因为心脏还是头壳问题倒落，即马伫迄个高雄顺利会圣公圣汉医隔壁已经。高雄顺利会最大间教会咧做牧师郑颖忠牧师，你看上帝互伊的即个伊定定安尼奉献的时阵，毋那是激励着即间教会嘛，激励着我这菜鸟传道呢。然后佫一个人突然间我母会的一个兄弟来，伊上之前呢，伊之前费12万，伊摕互我讲，只好你摕去用袂要紧。你要安怎用拢袂要紧，我毋是这你的之前费，但是我有感动爱奉献出来互你。我讲恁某，我讲阮某也毋知，先莫甲讲。我讲知，叫迄天我较好伊讲，为虾米你是要有感动要奉献咯？都有感动奉献啊，但是我甲你讲刷落来，因某住伫边仔讲，迄时伊奉献，我气甲要死呢。咱佫2个囡仔爱饲呢，你无头路是要安怎？哈，你咧想啥？哈，结果伊讲，伊有9个月会当即个叫做玛纳，上帝所想互伊的失业补助会当摕到2分之2，然后9个月以后，时间到以后，
伊竟然聘做北京即个公司美商公司的经理管理阶层，20年以后退休。伊讲，你知影无？我无烦，无后悔，无烦恼，我奉献这12万。到即摆我想，这12万是我生命当中上好的稳定，上好的稳定。然后我用这12万，甲应该还的钱还了以后，我就甲讲，我甲你讲这12万，阮用伫什么所在？还了以后，阮去买一台福音车，因为老人介济，有的老人伊啥物拢袂记，住伫安养院，退化真严重。但到主日礼拜时，大家偷走出来，行路行来教会，啥物拢袂记，但是伊会记起来教会敬拜上帝。我心内真感动。我一定要有福音车载遮的老人来教会，一定要有福音车载囡仔来教会，一定要有福音车来载遮的人来教会，福音来教会。所以就买一台福音车，这福音车佫做足侪时间甲见证，那是将来有时间甲大家分享。所以咱看见讲，咱有生命当中有真侪困境、困难、无法度的代志，咱嘛习惯就安尼咯。咱真容易习惯呢。我常常讲，舒适圈毋是上舒适的所在，是你上习惯的所在啊。明明你就是无，你感觉嗰种无舒适、袂习惯，但是你佫改，佫再回去迄个所在。以色列人互带出来旷野的时阵。伊常常回头讲啊，咱就回去埃及好啊，伫迄个所在佫有通食肉的。啊，咱回去埃及好啊，迄毋是上舒适的所在，是上习惯的所在啊。所以讲舒适圈毋是上舒适的所在啊，是上习惯的所在啊。咱常常咧习惯啊，就是习惯即个生活的方式啊。我前几日我咧披萨的时阵，我才知我甲讲，阮兜的迄个披萨的锁啊是会当升降的。无恁足悬的，我披萨大家拢安尼你看尾啊，这是像设计的，那设计甲安尼啊，大家拢念，大家骂啊。落尾吼，咧披萨的时候，我看到边仔有一个按钮，哈，会当升降哦。但是我嘛是习惯迄个悬度啊，我嘛是安尼用啊。所以咱一直咧习惯，一直咧习惯。咱的头脑内面咯，咱人的头脑足奇怪，无好的代志，甲记条，好的代志记袂掉啊。咱头脑足奇怪，常常都咧想无好的代志，但是好的代志拢甲放袂记，习惯。所以伫困境当中，超我常常的稳定，就是咱想袂到，做袂到，但是上帝犹原赏赐互咱啊，想袂到。做袂到，上帝犹原赐互咱啊！我的牧师娘对旧年的时阵，伊带伊伫急诊室去26届急诊，迄是我初咧算尔啦。其实不止，我知。然后入去抢救室。抢救室14届，你大概分娩的时候，我就坐外口等，我无倒入去，我爱祈祷，但是迄足寒，你知影？迄寒毋是讲外口迄冷气咧寒，迄心内咧寒，心内咧寒。所以迄个去管的寒是，敢若即个世界无啥物毋忙啊。这世界无啥物毋忙。然后到我无顺利清醒的时阵，迄时我伫家家内面清醒的时阵，我讲我真个惊，我无同我一定爱入去家家内面。伊就甲讲，你去做上帝应该爱你做的代志，你去。然后伫迄当我有14个。伊抢救14届，14个伫家家内面的受刑人洗礼、认罪悔改、认捌耶稣基督，这超出想象的稳定。所以我一生我经过足济，
但有的时阵，我感觉人真正袂当计较。我做牧师遮久的时间，我常常想一件代志，就是我会当倚靠的只有上帝尔，咱无啥物比别人较高的所在啊。伫忧伤的时阵，事工足济，代志足济，我常常咧问伊讲：你要安怎做出正确个决定来？伊讲：哈，正确决定，透早5点半，咱做伙来祈祷，祈求上帝互咱有智慧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我拢爱赶伫伊的头前去教会，啊，伊搁住阮兜隔壁尔，所以我常常爱甲伊飙车，我甲伊超车，然后讲无说我无迟到，讲好啦，甲伊较早的，毋通常常对我边仔甲我冲过安尼。所以我常常是差不多5点半的时阵去所来祈祷，祈祷的时阵，全你投资伫即个所在，然后上帝就有你超出想象的稳定。超出想象稳定，所以咱伫今日经文看，等于讲这囡仔单纯来相信，伊听着耶稣伊直讲，咱拢无人行动，但是单纯伊就将伊的五块饼2尾鱼仔献互耶稣的时阵，伊单纯来相信，伊相信以后，伊就见证上帝奇妙大权力。有人咧讲，这个新约有可能是大家看见小朋友因这个奉献以后，大家心内有感动，将家己所备办的便当摕出来。嘛有人讲，这就是无啦，这是分裂的啦，就是讲耶稣一直变出新的鱼仔甲饼来啦。这是新的饼甲鱼仔啦。牧师，你相信代志上，我相信两个拢有可能发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互人心会当改变，会当奉献，会当分享，迄是上大的新约。变出新的胖饼甲鱼仔，嘛是真大的新约。但是互人心会当改变，迄是上大的新约。牧师两个拢会发生，当然啦。互人食饱是分享，但是剩较济，或者即个囡仔会当摕转去厝的。这是耶稣基督互这个囡仔的稳定，因为伊愿意单纯来相信。另外，在咱单纯来相信，咱都早前咧富阳教会咧去咧设立的时阵，我记讲伫历史伫内面是讲，伫这个介绍内面讲是一个基础啊尔。咱有受到讲，咱大家做伙来奉献来拍拼的时阵，加上上帝的恩典。咱想象着今仔日的富强教会是即个幸福，咱想象未来的教会会成做啥物款无？咱想象咱伫即个所在，咱领受搁较多的稳定无？咱想象，咱上帝互咱超出咱所想、心内所想、目睭所看、耳仔所听的无？愿上帝祝福祝福所有来到伊面前的人，咱三甲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搁一届来领受你的听谈甲稳定，互你来搁一届来充满伫阮，毋单是听你的道理，阮搁行伫你的道理当中。愿上帝，你搁一届搁对阮来讲话，阮已经活出你美好的旨意。愿你搁一届来充满伫阮，对阮讲话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